这个 QR code， 这是咱第3场礼拜的吼。你若扫这个 QR code， 你按咱的迄个官网入去，然后点右上角迄个活动迄个所在吼。安尼咱的教会就会当知影讲你的出席状况吼。安尼较好教会同工方便来关心你吼。以后差不多每一摆你若来到教会，一定爱会记得报道一下吼。互咱的彼此的关系会当哪来哪亲近，哪来哪亲像一家人安尼吼。什么人若无来，咱就会当去甲伊关心。所以这个 QR code 非常的重要。今仔是咱教会开始的第一日吼。咱的教会不断拢在进步的中间，感谢上帝遮尔啊疼咱。好，安尼即是咱来做礼拜前的祈祷，咱安静咱的心，来到主的面前。全能全知、无所不在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保守阮到今仔日，佮互阮遮尔好的所在来敬拜你。主，你讲阮毋通干那顾阮家己个人的代志，嘛爱关心别人的代志。所以，我要来为着乌克兰他们所学的战争来恳求祈祷。主啊，恳求你用你的笑面来帮助因。阮看到侪侪会死无伫迄个所在，我嘛看到欧洲规个经济拢出了问题，甚至因的天气已经渐渐变冷，伊嘛需要上帝你帮助因，互因用各种的方法，会当摕到资源，度过即个寒冷的冬天。主，阮嘛要恳求主，你来保守台湾含中国中间的紧张紧张，恳求你保守台湾的一切，互阮住伫台湾的每一个人会当团结合一，搁较疼即块土地。嘛恳求主，你掌管伫中国，互因毋通做出伤害因家己以及伤害全世界的代志。主啊，全世界拢需要你，愿你掌管伫即个全世界，互阮会当伫即个混乱中间得到一寡的平衡，堪受你的保守。主，我嘛要恳求你来祝福保守今仔日即场礼拜的每一位服侍的同工。互阮的心拢会当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独独看到你，互阮的服侍是纯真的，互阮的服侍是你所欢喜的。我嘛将阮坐伫在座的每一位兄弟，以及伫路上也要到阮中间的兄弟，因的出入平安。交伫主你的手里，愿圣心来安静阮的心，互阮陪伴心来调见你的面。阮将即场的礼拜恭敬交伫主你的手里，恳求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
来啊，咱就耶和华唱歌，求咱的石盘出欢喜的声。咱就到伊的面前感谢伊，用诗歌伊出欢喜的声。因为耶和华是大的上帝，是大的王，赢过拢总的上帝。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这个时阵，请咱做伙来吟圣诗，学了上帝圣诗66首。万米三甲自接欢喜，请咱起立来吟全首。Amen.
请咱做伙来祈祷。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阿爸爸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用雨水润泽阮的土地，互土地软软会当出产五谷菜色来养饲阮，互阮无欠缺。主求你帮助阮，互阮知影，这一切拢是上帝你的恩典。祝阮对逐角落来聚集伫你的圣殿，阮要感谢你，因为是你赏赐阮平安，互阮也会当用平安的肉体心神来到你的面前恭敬来敬拜。恳求你帮助阮，伫这个礼拜中，互阮独独来敬拜你，互阮独独来听你的话，互阮独独唱歌学乐你，你祈祷，也感受到圣神伫阮心内做工，你安慰阮、鼓励阮，伫阮受伤的心灵得到上帝你替阮来医治，互阮重新得到快乐，互阮会当若迎照体质培悬，互阮会当搁再奋发。伫破病的中间，感谢你的医治，互阮重新得到恢复健康。伫阮的人生、阮的生活拄着困难挑战的过程，阮常常你来呼救，恳求主你来帮助阮。个人主，你就伸出你慈爱的圣手，牵阮行过阮人生每一个困难的阶段。互阮回头看的时，阮看见是上帝你的恩典，站站来引带，站站来保守、照顾扶持。感谢你，感谢你的恩典。所以，阮要伫礼拜中，阮要用诗歌大声来学乐你，因为你的恩典是遮尔大，毋是阮的嘴所讲的话就会当来描述，毋是阮的心所想的就有够额来向你感谢，乃是上帝你的听充满伫阮的中间，恳求圣神即时你也充满伫阮的会众的中间。互阮每一个人的心得到你的感动，主，阮特别要感谢你，因带保守阮的蔡正德牧师、牧师娘，伊伫过去的10外日伫美国伫遐来演习这个时阵伊平平安安倒来伫阮的中间。主，阮感谢你纪念阮每一个人为伊所有一切的代祷。你就保守伊肉体心神得到平安，得到勇健。主，阮要为着阮双年教会来感谢你。110年以前，你兴起你的工人伫这个所在来去做你的教会，来宣扬福音。伫110周年的时，阮有做的准备，阮就是要纪念上帝你的作为怎样伫双年的地区。来实行引带遮侪人来归信伫你，这一切是圣神你的做工。感谢你，互阮历代阮的会友、信徒、牧师、长执做你宝贵的器具，来做宣扬福音的事工，引带人来认捌你、归信伫上帝你的圣名，有份伫耶稣基督的救赎。这是何等大的福气！主，阮要为着这献上感谢。也要恳求天父上帝，你引带双年教会就是你的教会，来迈向110年以后阮头前的道路，互阮愈行愈有气力，伫宣扬福音的事工顶面，会当结更较侪果子来荣光上帝你的名。做这时阵，阮也要为着昨昏伫韩国首尔所发生的悲剧，而且恳求上帝。你来怜悯死失的人、受伤的人，安慰因的家庭。你也互世间人对这种种的意外来得到学习。恳求天父上帝，你也纪念伫乌克兰受侵害、受侵略来死失的这百姓。主，恳求你听因的祈祷，你就制裁迄个侵略的迄个政权。恳求你紧紧来制裁因，紧紧互因失去了快乐。恳求你制裁迄个多计划要侵略其他国家的这政权，主啊，这拢是少数的一寡人，因的心真有野心。恳求主，你就约束因、制裁因，你来
刑法人束缚因的心，互因无搁再有世上的能力来侵害世间人。恳求天父上帝，你也保守台湾，互阮会当免受一切的侵害，互阮得到上帝你的保守。阮要为着这个岛屿虽然只有超10%的百姓来归信伫上帝，主恳求你就纪念你的百姓伫这个岛屿会徛起。伫几个千年前，阮的原住民族就徛起伫这个岛屿。阮的祖先伫400几年前以来，也拢渐渐来到这个岛屿，伫这个所在建立阮的国度。主恳求你保守阮的国家，无互迄个才成立70几年的国家来向阮讲，阮的是因的，阮的国家竟然是因的。主恳求你为阮来固守阮的家园，就是主你所享受阮祖先的家园。也愿阮的子子孙孙拢会当真平安福乐来徛入去这个岛屿。也愿你的教会、正教会也担起传福音的事工，互阮会当向阮的同胞来讲传上帝你的福音，互这个台湾这个国家成做上帝你所欢喜、上帝你所感纳的一个国家。主这个时阵，阮的祈祷我无完全要用阮主要所基督教是阮的祈祷文作为直接来祈祷。咱来交托启应文第38篇，伫圣经后面启应文38篇，也就是哥林多前书第13章，请咱来做伙来共读。我设使会讲人甲天使的音语。我设使做先知。搁设使有招庇的信，教野来移山。我设使尽所有的来尽责，搁献我的身躯互火烧。仁爱是熬宽容慈悲。无行见效的事，无求家己的利益，无欢喜不义，是甲真理三甲欢喜。仁爱永远袂无去。因为咱所知的无完全，做先知也无完全。我做囡仔的时，讲话亲像囡仔，意见亲像囡仔。因为咱单对镜咧看，模糊无明。我当所在无完全，现今所存的，就是信、望、仁爱这三项。阿门。这时阵，圣歌队要带咱来学到上帝，因要吟诗是，阮的心神安歇伫你。
愿一切荣光归天顶的上帝。这时阵要来共读圣经，今仔日的圣经是新约加拉太书5章13节到18节，伫现代中文译本292页，我要用现代中文译本来读。兄弟姊妹啊，上帝选召恁，爱恁成做自由人，总是毋通用这个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借口，却得爱用疼心互相服侍，因为全部法律拢综合伫疼人亲像家己这条命令内面。就说字恁也亲像禽兽相款，三加三吞，恁一定做伙灭亡。我要强调的是，恁的言行要顺从圣神的引带，
毋通满足家己本性的欲望，因为本性的欲望甲圣神互相对敌，彼此对立，互恁袂当做家己所愿意做的。但是，若是圣神引带恁，恁就无受法律的拘束。以上是上帝的话。今日洪秀清牧师所要导咱的信息是：听我，听你，请咱用平静心来领受。亲爱兄弟姊妹平安，真欢喜，咱可以当一摆做伙来敬拜咱的上帝。咱三角来祈祷，听阮的天父，阮感谢你，伫这混乱的世界中，疫情会扰乱，阮犹原还阁会当伫咧即个所在来敬拜你，实在是你对阮极大的疼。主啊，开阮的目睭，互阮会当看起你是偌尔啊疼阮，互阮知影阮的宝贵，互阮会当看重阮家己。恳求主，你将活泼的生命赏赐互阮，互阮伫逐摆听到你的道理，听到美妙的音乐，拢会当互阮的生命更新变换。愿咱的恳求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我毋知兄弟姊妹有看到咱教会今年的主题，年度的主题是变化更新，转化更新，互人蒙福。一个主题，因为即摆已经到了将近年底，是咱爱去算小，咱今年有进步吗？或者是咱的生命退步啊？真紧，今年就要过去啊！一个勇敢面对家己会软弱的人，伊才有进步的可能。今仔日咱所读的加勒泰书是保罗所写的批信。伫初代教会的基督徒，因对信仰无明。因的生活习惯、甲因的价值观，犹原拢甲因过去的信仰有关系。甚至犹太人的宗教、犹太教的人，尾仔来信耶稣的人，伊嘛常常想要强迫基督徒，都爱亲像因相款去受割礼，甚至甲因相款去受律法，因为因受着这律法的约束，久，所以因真容易就会变做因生活的一部分，伊嘛爱别人对因来安尼做。其实伫咱的现在初代来信耶稣的人，嘛是有相款这的问题。虽然因信了耶稣，因知影上帝是上界伟大的上帝，但是因过去爱算命、看风水、看星座学。这个习惯，因并无改变，所以因就会去听一寡人讲啊，不要紧啦，这吼其实星座学啦，这等吼，拢是有科学的根据的，吼，因拢有咧做研究的，所以咱莫家规安即个歹的去，吼，咱这拢是科学，听起来亲像那像有道理，却违背了咱的基督信仰的概念。所以保罗伫个初代教会，嘛是拄着跟咱即摆相款的一寡信仰的问题。咱会知影，当咱若信了耶稣基督，咱的罪就得到赦免，咱就得到自由。咱无必要亲像犹太人行割礼，嘛无讲爱去守迄个律法，因为耶稣来。对咱的要求是比律法更较悬。律法叫咱袂当做这，袂当做迄，但是耶稣讲，你心内的动机更较重要。你若看到一个人，你意爱伊，
你头脑想的是无好的，你就已经做了无好的代志。所以即摆上帝对咱的要求是比凭律法更较悬的。所以咱毋是靠着做啥物来得救，咱是靠着迄个受钉十字架的耶稣，伊为咱的死，伊用生命来交换咱的生命。所以咱的心内若是相信伊，嘴里嘛承认伊是主，咱就会当得到这个宝贵的救赎。所以咱若因为耶稣，咱入来到这个教会了后，这就是一个大的家庭。无论你是几岁，咱拢是兄弟姊妹。伫遮无分你是医生、法官，或者是董事长，还是你是职员、打扫人员，咱拢是兄弟姊妹，拢是天顶的国民。那安尼，咱就毋通搁再受到世界价值观来影响咱。今仔日我要讲的部分，就是伫个经文内底，咱来疼别人亲像家己。但是要疼别人亲像家己的时，你是毋是爱先知影你要安怎疼你家己？你爱将疼你家己的能力，该找倒转来，找倒来迄个当初上帝所创造你迄个健康的家己。咱拢是上帝所疼属灵的囝儿，咱爱认清楚咱宝贵的身份。伫几落礼拜前，蔡牧师伊就开始伊的系列的主题属灵的囝儿。伊不断提醒咱，信了耶稣了后，咱的身份就无搁再相款。咱来改变咱家己。蔡牧师第一讲，诚做基督精兵，到第二讲，运动员的特质。第三讲，上帝葡萄园的农夫。第四讲，上帝国的建筑师。接下来，蔡牧师嘛会继续搁再讲属灵儿女的系列。每一个主题拢非常的重要，嘛真侪咱通好学习的所在。咱既然是上帝用重价甲咱赎回，咱就毋通做人的奴仆。这伫哥林多前书7章23节讲，那呢，咱就嘛是搁较袂当讲做魔鬼的仆人。如果咱是基督徒，咱信了耶稣，却和以前无啥物改变，咱犹原追求世界互咱的价值观，咱啥物货拢想要爱，想要夺，咱心内底的一寡规则嘛无啥物改变。安尼，咱就要来思考：我信这个耶稣是信真的，或者是信假？我有认真的信耶稣吗？或者是我刚刚咧找一个团体，这个团体是认同我，嘛当接纳我，安尼尔呢？如果安尼，咱就真正是非常的可惜。伫初信的基督徒，真容易会感觉讲，我就是伫咧外口拜这拜迄，拢无听我的引导，所以我才来信耶稣。所以会感觉讲，我信耶稣，耶稣就爱满足我所想要爱的，安尼才是听我。事实上，敢是安尼吗？有时阵上帝伊若伤紧，互咱祝福的时阵，或者是互咱伤过侪祝福的时，等到诚做咱的破口，等到咱会跋倒，咱会掠准讲是我家己足够。迄阵实在是因为上帝无随互咱是，伊要搁继续来磨练咱的生命，伊要增加咱的能力、智慧，互咱会当承接伊要享受互咱的祝福。嘛，另外有一种来到教会的人，其实伊的生命是破碎的，伊是无法度随接受真侪祝福。
伊爱上帝先将伊破碎的心，甲伊医好，修补好，安尼伊对上帝认捌较会正确，才袂去误会上帝。所以，当健康起来，咱才有法度去接受上帝对咱的祝福。安尼才袂亲像一个破空的水缸，伊是无法度将春雨、秋雨才雨水甲流落来。所以基督徒爱努力打拼，是有方向的。咱是爱按照耶稣基督迄个标来走，就是爱学耶稣基督的款式。所以咱基督徒绝对毋是曲曲乱撞，也毋是拍棍，咱来拍空气。咱每一个努力想要将家己以前迄个歹改变做上帝所创造迄个好的事，咱每一个努力检查咱家己，感觉咱无看到，但是别人有可能已经有看到。所以每一个打拼努力改变的人，拢袂白白来浪费。咱来深深会记住，咱是耶稣基督宝血将咱赎回的，咱是非常有价值的人。所以咱就毋通活伫别人甲咱带标签来认，因为过去咱伫教会以外，世界的价值观真爱用你这个人生了是好看无好看，有钱无钱，或者是你会晓读册袂晓读册，等等来甲咱打标签。所以当咱信耶稣了后，咱会知影，咱已经无属伫个世界，咱是属耶稣基督。不但耶稣遮尔疼咱，伊佫感动真侪的外国宣教师来到台湾。这外国宣教师冒着生命的危险，因坐船来台湾，离开因舒适的家乡，将福音传入来台湾。嘛有的宣教师，伊伫咧海上，就伫咧大风涌内面，死伫迄个船难。有的宣教师来到台湾，虽然平安到啊，却水土未合，水土未合，来真少年的时就破病来死。有的宣教师是伊的某囝，因为台湾的医疗水准无够，接煞来过身。遮尔侪人为着咱即摆的信仰，付出了因一生的代价。嘛有真侪咱本土以前的传道师、看牧师，愿意无顾着别个人的啼笑，行入即个福世的道路。加上我相信，咱每一个信主以前，嘛侪人拢咧替咱祈祷，传福音互咱。所以每一个当真做基督徒，咱拢爱会记住，这拢是非常无简单的代志。咱信主了后，咱来看当，咱的生命跟过去无搁再相款。虽然别人看你相款，但是你家己心头爱清楚。所以咱信耶稣了后，咱来看上帝有一个亲密的关系。要安怎看上帝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呢？就是爱常常密伫耶稣基督的内面，嘛邀请耶稣基督进来咱的内心做主做王。因为咱基督徒虽然已经信主，有缘活伫这个世界中间，当咱活伫这个世界中间的时，咱真容易就会伫咧别人故意或者是伊无小心来甲你得罪。相反，咱嘛是会得罪别人，咱嘛是会伫咧无小心的时，或者是有当时真气调工戳他一下安尼。所以咱人就是常常会互相伤害。
但是咱一定爱改变，咱来秘伫耶稣内面的是要互耶稣来甲咱保护、甲咱安慰、甲咱医治，莫互咱即个伤搁再刻去伤害别人。有时阵，咱邀请耶稣入来咱的内面，嘛是因为咱需要上帝的话来成做咱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若无咱家己用着过去的经验、价值观和学问，常常嘛是会甲咱人生行甲乱糟糟。因为一般的人若无上帝同在，真容易当别人得失咱就怨恨伊，就无想要下来伊。那拄着做代志，不管是服侍还是找头路，咱拢嘛希望讲会当愈轻松、钱愈济、愈好。却毋是先来想上帝，这是毋是你对我生命的计划？但是咱有咱的上帝，伊无所不知，伊是咱生命中上界好的教练。咱虽然无好，伊犹原疼咱。就算是咱行了迷路，伊路尾嘛是会将咱甲咱找回来，互咱行伫真理的道路。所以，咱真正常常需要秘伫耶稣基督的内面，来闪避世界的凶恶和诱惑。咱嘛爱伊将做咱生命的光来光照咱。检测初信的基督徒会听甲无啥啥，是安那？咱的心念啊遐尼大，大甲会当甲咱包入去；念啊细，细甲会当走入来咱的心内底。你毋通怀疑，咱的上帝确实会当大甲超越你会当想象的，伊嘛会当细甲你看袂到，因为伊是一个无所不在的上帝。当咱愿意亲近主的时，主那常常会来甲咱提醒，这是一个非常宝贵。如果有人愿意对咱讲实在话，提醒咱真正是爱感谢主。像我 PPT 等者有一个所在毋对，就有人去甲蔡牧师讲哈，我真正非常感谢伊，我毋知伊是啥物人。总是咱基督徒的进步，是需要靠着兄弟姊妹大家互相来帮衬，才会当进步。讲到圣神这个宝贵的保惠师，伊若提醒光照咱的时，咱来勇敢去面对咱的黑暗的所在。安尼，咱才有法度甲迄无好，甲伊拼出去，互主来甲咱洗清去，咱才会当渐渐恢复迄个健康和圣洁。就亲像伫彼得后书3章9节，上帝伊要提醒咱，伊无马上处罚咱，就亲像彼得后书3章9节写，主并无亲像人一般的人所想的，因此无实现伊的应允，反正伊宽容恁，因为伊无愿意有一个人沉沦。这甲咱讲的是讲上帝，伊毋是想要爱处罚咱，伊较爱的是咱悔改来到伊的面前。我就想到旧约圣经的扫罗王，当伊互上帝甲伊选调，成做国王的时阵，伊迄时非常的谦卑，伊甚至感觉讲，我只不过是以色列人12支派中上界是迄个便雅悯支派，而且反倒抑个毋是什么大户人家，只不过是一般般的家庭的囡仔尔。咱若对圣经有认真研究，继续读到撒母耳记上悬15章的时，伊写着扫罗王坐伫个王位，几落摆拢无顺服上帝的意思和命令。有一摆，上帝交
交代扫罗王讲：即摆你出去战争，爱甲所有的人、含动物一切物件，拢爱甲伊灭无。但是扫罗王无安尼做，伊面对祭司撒母耳甲伊质问的时，伊有缘毋肯悔改，讲上帝所吩咐的我拢做啊。但是撒母耳讲无呢，我还有听到牛的声含羊在叫呢，安尼做是安对来的。扫罗王随用诡计的回答讲：有啦，迄吼就是我要来给特别水的羊啊牛啊，我是留落来吼，要献给上帝。你会感觉即种的讲法，嘛亲像真侪人爱去买彩券，讲我若得到，我得当好好来奉献给上帝。咱人的心非常的诡诈，咱若读了规本的撒母耳记，咱就会当看到扫罗王伊内心的转变。当咱人拄着利益、权力、地位，咱的本性就会改变。所以，若毋是圣神不断要甲咱提醒，咱真容易嘛是相款，亲像扫罗王安尼，找真济理由来甲咱的罪合理化。所以，咱基督徒毋通阁再用世界的价值观来听咱家己，咱来勇敢来面对咱的软弱，互耶稣基督的刚强，真做咱的刚强，互圣神来引带咱头前的路站，互咱会当拿活拿自由，无互遮的名声地位来甲咱捆绑，嘛无阁再活伫别人对咱的看法、对咱的论断和标签。咱既然是属于上帝属灵儿女，咱就爱活出无相款的生命，爱活了亲像一个基督徒，伫各方面，互别人来欣赏你。欣赏你有一个自由，有一个自我尊重、自信。一个听上帝并且听家己的人，伊一定会遵守上帝的命令，听别人亲像家己。听别人亲像家己以前，就是你要先学会晓听你家己。讲到听别人亲像家己，这个经节就是我写了毋对的，是马可福音吼，马可福音12章30节到31节。你爱专心、专情、专意、专力听主你的上帝。第二是，你爱听厝边亲像家己相款，无其他的改变，凭这更较重要。要听别人以前爱听家己，但是要听家己，实在嘛是无简单。因为我看去真侪人听别人较紧，因为伊看到别人有需要，但是常常忽略伊家己的需要。所以我要鼓励大家，如果你已经知你是属灵的囝儿，但是你迄是伫个理性顶面，你知影，你有这个位置，你有这个身份，但是你毋捌互耶稣，毋捌互上帝甲你听过，你就会当甲上帝来恳求，因为别人较济见证，拢袂达咧你家己一摆去担着主听你的迄个甜蜜。捌有一个姊妹，伊伫个30岁左右，拄着真济困难，互伊无想要搁再活落去，伊想要结束伊的生命。但是伊听到一个声音甲伊讲：“你是我所听的囝儿。”这句话听起来亲像嘛无安怎，真事上真平常。但是当圣神
啉到的时阵，这句话就带着大开力，来改变这个姊妹伊想要自杀的念头。后来，伊成做非常有名、非常好的咨商师，伊帮助了真侪的人，因为伊先甲家己疼倒转来，所以伊嘛知影要用什么办法去帮助遐个失落家己的人，将伊家己找倒转来。一个无疼家己的人，是无法度去疼别人，所以接纳家己是非常的重要。但是咱想想，咱拢无疼咱家己，咱家己会感觉讲，咱比袂着别人，不管是伫金钱，或者是名声地位等等，有当时咱会家己会自卑，或者是有个人，伊捌伫伊的人生做了伊家己无法度原谅家己的代志，安尼对家己有真济会悔恨、堪受气的人，这种的人伫伊内面并无疼伊家己，但是伊表现出来对别人的疼的时，这种疼有时是非常的可怕，因为这种的疼，伊若无得到相对的回应，有的人是会用暴力去对付对方，所以无疼家己的人是无法度互别人疼，因为家己无的，当然嘛无法度互别人，所以咱来搁倒转来上帝的阿加贝的疼。上帝既然安尼来接纳疼咱嘛应该安尼来接纳咱家己的现在和过去。上介好，咱不但是疼上帝、疼咱家己，咱嘛爱去疼上帝所创造的兄弟姊妹。然后咱唔通用错误的疼来疼咱家己。伫加勒太书5章16节讲，恁的言行爱顺服圣神的引带，唔通满足家己本性的欲望。就是甲咱讲，咱唔好停留伫个疼这意爱这世界，亲像扫罗王相款。上帝对咱的疼，和世界的疼是无相款的。人的本性和肉体所意爱的，常常是和圣神的引带是违背的。人的意爱是较舒适、廉价快乐，互人甲咱看重、看有起，互人娱乐，互人需要，感觉咱的重要性。有时咱嘛真容易去怨妒、攻击别人，抢夺一寡资源和好处。咱了解讲，咱若得到这个，咱就是爱咱家己。其实这种的思想，你若认真伫个圣经内底来读，你就会发现，这个的疼和上帝讲的是无相的。这种的疼的思想，是对魔鬼来的。因为魔鬼伊是敬拜的天使长，伊的地位已经是非常的悬，但是伊想要悬，搁要搁较悬，伊未满足伊已经做甲天使长，搁是敬拜的天使长。伊要亲像上帝相款，互人来甲伊娱乐，互人来感觉伊足够，所以地高。犯罪，互上帝甲伊拍落人间。再来讲到咱疼别人，嘛是爱有一寡界线。顶礼拜有一个姊妹，伊的身体无啥爽快，但是伊足有疼心的，伊甲我讲牧师，你要跟我做去共探访无？
我算算，我昨客语团契，我爱讲到今仔个爱讲三工，我就甲伊讲，好毋好？咱搁再约另外时间。落尾伊甲我讲，其实伊的身体无爽快，嘛是无适合去探访。所以咱来先了解咱家己的状态有好状态有好势无？这是听家己的一个上个基本的开始。所以我听这个姊妹来讲，我感觉真有趣味。我当然今仔日的信息听了，咱大家拢会当伫上帝的价值观内底来听咱家己。另外，咱来好好照顾咱家己的情绪和咱的感受。以前一日过一日，我根本毋捌咧想讲情绪是啥物物件。敢知影讲，上海有当时啊，我就会压起来，会无欢喜。但是这种非常的重要，这是上帝赏赐予咱的，这是咱内心的反应，这是要帮助咱了解咱家己，互咱知影咱即摆是欢喜呢，还是伤心呢？是惊吓呢，还是讨厌呢？这种非常的重要和宝贵。透过这个情绪，你会当了解你家己，嘛会当对别人的反应，你来了解伊。安尼咱就会当互相更较认捌互对方。有的人伊毋敢表达，伊一直互人压制，甚至伊想要共人讨好，伊啥物货拢要做甲上介好，爱人欢喜。讨好别人到一个地步，伊已经毋知影伊家己是啥物人。伊的情绪一直互伊压落去了后，直到伊的肉体嘛真正破病啊！甚至有的人伫咧精神上压制了后，得到忧郁。所以咱爱好好来关心咱家己的情绪，嘛将咱的一寡想法交予咱的上帝，来帮助咱会当行了更较实正。求主互咱有即个分别的能力，嘛互咱会当互相相听，但是毋是操控别人。其实一个操控的人，伊家己无自由，因为对方若无要听咱，咱就受气啊。伊家己无自由，对方嘛无自由。所以，互咱放弃迄个操控别人即个习惯，互咱的听是单纯的。另外，咱嘛爱注意，当咱一听特别用完的时阵，咱感觉真野生，听袂落去的时阵，咱就要紧紧转来到上帝面头前，恳求上帝，搁再一摆，将伊的听来灌压落来咱的内面。互咱迄个听的水管会当满起来，互咱个迄个气力搁再徛起来，搁再去听别人。千万毋好伫咱已经用了啊，已经即个听拢无啊，咱搁硬硬要去做，安尼常常就会按即个听内底变做怨恨。所以，咱来好好照顾咱家己的情绪，咱听迄个能力，再来讲到听是爱有智慧的，听爱听了都拄啊好，这是真歹做到吼。因为我家己嘛是拢要搁伫咧学习的中间，那听了伤过济，咱就容易变做溺爱，安尼是会妨碍到对方伊的成长，甚至你会互伊无法度长大，造成咱家己个人的重担。但是咱若听了无够，或者是无公平，嘛会变做一个遗憾，会变做对方也带着怨恨，含咱三角斗阵。现在真侪父母含囝儿中间，夫妻中间，男女朋友中间，同事同学中间，
咱拢是需要有听迄个智慧。我牧会了后，看过有的爸母用尽伊所有的心神，包括金钱、体力种来栽培伊的囝儿，甚至将伊的囝儿送到国外去读册。留学回来了后，这囡仔去上班，无几个月，看公司的人袂合，就收去，就走回来啊。一走回来，就无搁再出去啊。所以我看到这的兄弟姊妹年纪已经到70-80岁，有缘咧煮三顿互伊的囝食的时，我心内真正非常的艰苦。我嘛对我家己一直咧提醒，因为我嘛是属于听囝迄一族的吼，所以我逐摆咧讲道的时，上帝拢是先来对我讲话，爱我有先有改变。所以我意爱咱每一个在座的兄弟姊妹，拢会当对上帝遐得到智慧，来教育咱的囝儿。我嘛看到有真侪男女朋友，一边直直苦苦咧付出，苦苦咧听对方，但是落尾却换来对方的背叛，含分手。所以咱非常需要上帝时刻赐予咱有够的智慧，来面对咱人和人中间迄个关系。最后，我要用圣经甲咱讲的，圣经甲咱讲，咱着三听，因为上帝先听咱，这个听是阿甲的听。如果咱无先按咱家己听起，咱开始听家己，咱可会当期待什么人来听咱呢？这种的听，毋是肉体。体贴家己迄个听，或者是无节制咧追求世界的名声地位、世界的价值观，毋是即种的听，是顺服伫圣神的引带，会当活伫个平安喜乐迄个心境内底。上帝的听，才是听的源头。只有伊无条件纯洁。会听，才会当满足咱每一位。愿咱大家互上帝听了后，拢会当诚做上帝听的大使去听别人。今仔日礼拜结束了后，牧师期待恁会当找一个时间，安静伫个上帝面头前，求圣神来帮助恁，好好想看卖。恁有好好听家己吗？或者是恁亲像真像亚洲的父母，拢不断的互囡仔一直嫁出去。咱来好好想看卖啊！按即摆开始，咱来安怎来听咱的周围的人？安怎好好来听家己？安怎用上帝的听，上帝所欢喜的款式来听家己？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来到你的面前，搁再一摆承认，阮家己并无注重看阮家己。甚至讲听阮家己，伫甲阮伫一个受伤无健全的下面，我嘛常常就会将即个无满足、受气、受伤，转转去伤害阮身躯边，或者是阮的同工。主，阮恳求你帮助阮。先看到你安怎听阮，互阮会当学习到你安尼听阮，阮嘛爱亲像你听阮安尼来听别人。
恳求主，你互阮时间。阮知影，阮毋是知影了后就随做到100分。主，互阮会当渐渐进步，互阮的听是纯洁，毋是要交换条件、有目的的听别人。互阮听是因为你先听阮，所以阮就相听。恳求你将这个学习，互阮会当实实在在落实伫阮的生活内面。阮安尼恳求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这时阵，咱来唱回应的诗，是新圣诗178首。因为这首诗可能有的人较无熟，所以我要拜托咱苏金陈老师先弹一遍。伊较特别的所在是，伊第一节两段了，两句了，还搁再重复，爱反复一次哈。所以咱确定会当照安尼来唱。音无是对的啦哈，但是咱来看周报，咱就爱知影有反复哈。来，拜托陈老师。这时阵，请咱备班来奉献。
感谢。特别上帝，阮感谢你的恩典，互阮的日常生活得到你供应，也互阮的心神肉体得到平安。阮当伫你的面前，将你所享受阮的金钱献伫你的面前，愿你圣化。愿来感谢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阿免。谢谢。即阵我简单来报告，关于即个防疫的部分，请咱来看，因为已经用要3年啊，我想咱大家拢真了解要怎样防疫吼。咱来看周报的第6页，县甲委员会事工伫今仔日下晡2点半。伫10楼礼拜堂有甲台湾管风琴协会做伙办一个优秀会员的音乐会，演出有2位，是咱的主日的司琴老师徐嘉玉老师，伊嘛是西罗亚戏班的伴奏，以及黄瑜倩老师，欢迎兄弟来参加。第7页，咱设到110周年的纪念活动。谢牧师有透过小组团课来做真好、真详细的传达，请咱大家会当来配合各小组、各团课，即个组长也是讲会长，即个动员吼，咱会当做伙来办这活动。若是有参与这个活动吼，咱就会当有即个指点卡吼，即个就是若有参加，就会当有即个指点卡，即本敢若咱的护照共款的吼。过来就是讲，咱有一个大岛卡吼，咱110周年，咱有一个大岛卡，咱会当每一日为2位，每一礼拜为2位来提名祈祷有2位所以若是52礼拜，就有超过100位吼，咱当来记录看卖吼，这有一张。所以咱若伫110周年，咱有足侪活动吼，所以咱会当斟酌来参加。数位委员会，咱已经有建立会友系统吼。伫即个咱的荧幕顶面嘛有一个 QR code， 咱会友会当来即个扫描即个 QR code， 咱就会当进入参加伫即个 LINE 的即个。官方的账号OA 就是官方账号咱参加伫内底了，咱就会当加入那个咱的会友系统。会友系统有的人想讲我毋是双连教会会友毋免烦恼，你就是直接自费，就请你拢会当来加入咱就会当做一个整理帮忙咱大家会当记录咱所有的咱的活动互咱会当得到帮助咱若是毋知影要怎样来加入的咱确定伫10楼的走廊，咱出去了，咱有同工会当帮助咱搁有一个就是，咱足久拢无圣餐咱后礼拜要圣餐11月咱就要圣餐。我知影足侪兄弟姊妹拢一直咧笑人讲，咱拢无圣餐咱11月所以咱有记载伫第7页遮咱11月初6甲13咱拢都有4场礼拜，咱举行圣餐。以上报告，来请阿牧师来欢迎来宾，普遍的代祷。为邀请来宾进前，我先甲大家宣布，咱今仔日开始，只要你来到教会做礼拜，请你得爱去扫一个第几场，你若第3场，第3场的 QR code 报道。安尼会当帮助牧师跟其他的同工来关心你，互咱的
关系哪来哪好，亲像一家人相款吼。咱第一位要来欢迎的是钟丽华姊妹，毋知伊坐伫咧倒位？嗨，欢迎你吼！素兰姐表姐吼，咱欢迎你。第二位是于浩安，这我袂晓得。嘿，请起立，互阮来欢迎你吼！伊按花莲来的哦，伊的爸爸嘛是团队吼。啊，但刚刚有未无你第一摆来，阮无甲你欢迎到诶。无个注意这对夫妻，我欢迎兄弟姐妹吼。愿你老了来，等下拢去贵宾室。好，欢迎。主任长老遐阁有一位，阁有一个新朋友，互阮甲你欢迎一下。花莲来，那是咱真爱、真水的所在来的吼。哇，好棒，欢迎你们！希望恁拢听会当听有台语吼。无以后第二场的华语嘛，欢迎恁来参加吼。好，安尼拢来啊吼，敢有无介绍到的？上帝拢知影恁啦吼，不管恁是伫台北、伫花莲、伫倒吼，拢是伊所听的宝贝吼，咱同心来祈祷。听完咧，天父上帝，阮真正是感谢你，互阮会当有来自逐个所在，阮的兄弟姊妹，共阮做伙伫遮来敬拜你。我嘛相信将来未来天顶的敬拜，要凭即摆搁较荣耀。主啊，阮期待会当伫咧遐，搁再共阮所听的兄弟姊妹做伙来敬拜你。主，阮嘛要求你来怜悯医治。今仔日伫病厅中无法度来到阮中间的兄姐，主啊，恳求你，互因的病厅会当紧好起来。主，我嘛要将教会内面，若阵讲有诶财务有问题的，恳求你赐因智慧，你按四面八方调度万有来帮助因度过因财务的困难。主啊，伫这经济大变换、大改变的时代，恳求主你保守你所听的每一个囝儿，无伫即摆动荡的中间来失落你要互因的祝福，等到互因伫即个改变的中间，拢要得到对你遐来较侪祝福，超过阮所会当想象的。主，阮相信你毋是干那伫毋是干那伫咧灵性上咧祝福阮，你嘛伫实在的物质上，你嘛咧照顾阮，甚至阮的肉体拢是你所关怀关心的。愿你继续加添阮所欠缺的所在，互阮会当搁再一摆靠着耶稣的性命得胜有存。愿咱的恳求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咱这时阵来吟散会诗，圣诗515首，至圣天父，阮感谢你。咱吟诗煞请阿牧师祝祷，再起立来吟。主
愿耶稣基督救赎的恩惠，天父上帝永远无改变的疼痛，以及圣神的扶持、相通和安慰，常常和你三个伫地，直到永永远远。阿门。请坐，默祷闭会。